200幾蚊嘅按摩機可以按足4個位啊，仲使乜出去揼骨啊？一機搞掂晒。佢就係韓國 Manners 6D 大師溫感肩腰鬆 4D 6D 仿人手油點技術，模擬真人按摩更精準啊！佢仲設有背帶，完全解放雙手享受按摩。老闆邊睇片邊按摩，堅舒服啊！一鍵開關超方便，就連老人家都識用啊！佢仲有2檔溫感熱敷功能，可以幫你促進血液循環，加強放鬆緊繃嘅肌肉，仲可以自己調校按摩方向，可以向外按，亦都可以向內按，方便你按唔同部位。仲有多段速度調節，可以 Type C 充電，超方便啊！充電之後可以無線使用㗎，隨時隨地都按得。而家買 Manners 肩腰鬆，仲可以優惠價加配 Manners 修身氣按師。老闆實測2樣加埋，夾到爆啊！真係邊使買按摩椅啊？佢仲輕巧便攜，帶去旅行都冇問題啊！咁爽嘅嘢，快啲去 JB Shop 門市或者網站買啦！